台中的和平日报报社用过批评国民政府的歹代，在228事件了后，就互查封，一直保留到今。这嘛是目前台中唯一一个甲228有关系位置。不过因为所有权人申请重建，这栋大楼就得要互拆掉，所以地方的文书团体就赶紧发起抢救的行动。 这栋旧大楼的窗仔门拢用铁皮封起来，一楼的店也无得力用险。这栋伫咧台中市中区基光街加中山路口的建筑，不是和平日报报社的所在地，也是台中唯一甲228事件有关的位置。怎么这栋大楼被拆？地方文书团体加作家刘吉祥发动抢救活动。 1946年，和平日报的总社就是在台中这个地点成立。对，那陈提斯那时候他是受聘于这边的那个美术编辑，说这栋房子从28的这个角度来讲，其实是在台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栋房子。 当地伫1930年代是台中上闹热的黄金地段，这楼和平日报总社就设伫咧这栋大楼。228事件了后被查封，电影《悲情城市》内面的角色林文清、甲画家陈定思，就是迄当阵报社的编辑。因过这栋大楼是私人的，所有权人申请围路重建。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核准，文化局认为大楼征收改革明显无列册追踪，但是继续听各界意见。 文资处在今年4月21号已办理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现刊，经过专家委员认定，此建筑增修改建明显，因此决议不予列车追踪。较后啊，基本是在迄度爱拆，若无，为着围楼问题啦，啊，个回收处理房啊处理无拆，火若点了像安尼就防者一声起。附近的民众是讲，旧城区需要更新，而且兼顾消防公安，所以再成拆掉重建。 中城再生文化协会是强调，这栋大楼有真侪历史的记忆，已经发动赞助意向联署，将会考虑以公益抗暴的方式成立专户，希望由各界集资，将大楼的产权买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